杨贤、吴家峰，阮班的同学阿勇身体真康健，对老师、同学拢足好咧，大家拢真介意牵伊做伙。特殊伊的人缘真好，捌做过阮班的模范代表。今仔日早起伫学校，阮上课听到砰一声，足大声。我甲同学也搁咧相对看，朱老师就撞过去啊。阮嘛对咧行过去，无看毋知影，一个看惊一条。阿勇倒伫涂骹，目睭仁倒掉，规个人喘咧，看着足恐怖的。朱老师大声喊讲：“班长，你去敲电话互健康中心，讲咱这班有人去游行，请护理师来一撮。佮讲阿明，你去乌帮边仔的桶厝内底摕算数管仔来。”阮听到了后，紧照老师的指示去做。算数管仔一下摕来，老师随大伊开藏好势。若看到阿勇喙唇反乌，就输袂用。过过一困啊，护理师就塞轮椅来啊。因等阿勇啊，杨贤停落来了后，就大伊扶插去哩轮椅面顶。护理师塞阿勇去健康中心休困，朱老师就敲电话互家长。虽然规个过程打几分钟，我煞那亲像已经过一世人共款。规早起，阮班拢恬吱吱，连喘气拢毋敢大声。下晡上课，朱老师看大家真无精神，就问大家对阿勇的代志有啥物想法。拄开始，大家真恬静，一直到有人讲我下知影有惊到，大家的情绪才开始表现出来。阿勇的两个好朋友足烦恼伊的，两个人哪讲哪好，问朱老师：“阿勇有要紧无？伊敢袂死？”朱老师答阮说明，杨贤是一种脑部无正常放电的病症。虽然看到真恐怖，毋过只要伫发作的时阵保护病人安全，等无正常放电结束，伊就安全啊。即马杨贤有药啊通食，若照时间食药啊，会当控制甲真好势。阿勇本来拢控制了真好，毋过因兜最近较无用。阿勇三顿无正常，定早起，暗困，食药啊，阁无照时间，才会发作。今仔日阿勇去病院检查了，若无问题，明仔载就会转来上课。过顿工，阿勇果然来上课咯。大家拢真关心伊的身体，互伊真感动。伊讲真歹势，害大家着惊，我家己嘛有惊着。以后食药啊，毋敢搁跳过
人过啊！多谢大家的关心，努力。最后，感谢收听，再会。